如何把这些字能够复制？如何把这些字能够复制呢？存入记事本，存在记事本，按这个画面长按3秒，有这个选单，选倒数第2个储存至记事本，储存到记事本，然后按最下方记事本括号1，按下方记事本，向上抹，向上抹，向上滑，你看到字了啊，这些字就可以复制了。长按一下，从左上角第1个字那边长按一下，你看会往右下滑，右下滑就反白了，反白，然后就可以有剪下了，或者是复制了，或者是贴上，贴上就是改换一些字，复制、剪下，然后萤幕录影以后萤幕录影以后要做个档案档名啊。萤幕录影后要把这个影片下标题就可以用这些字贴上去再修改。